歡迎大家嚟到龍占卜嘅 YouTube channel。咁題目咧就喺樓下啦。題目就係未來3個月嘅整體運勢如何。咁事不宜遲，而家即刻開牌幫大家睇咯。咁咧揀 A 組牌嘅客人咧，嚟緊3個月嘅運勢啊，我會見到係好視乎你自己點樣睇嘅啫。即係好似你自己本身其實面對緊好多唔同嘅問題，你只係會點樣睇呢啲嘅問題？咁咧嗰啲問題可能係你係買咗六合彩嘅啫，你係買咗其他嘅中嗰啲嘅彩票，咁你當刻咧就會覺得，屌又係賺咁少啊！但係其實另倒翻個角度去睇，就係話有機會係冇賺冇蝕，或者係有機會係賺少少錢嘅啫。咁即係叫做好睇你自己本身係點樣諗啊！你不能夠話好直接咁講，喂，我今次又贏咗幾多啊，又輸咗幾多一啲唔可以嘅問題，而係話我會見到嘅就係你係要好睇翻你自己本身嘅心情咯。你心情好嘅話咧，就覺得你今次贏咗都可能3幾蚊啊，可能千幾2000蚊啊嗰啲。但係你心情唔好嘅話，就會覺得屌又輸錢，係啦，就係咁。咁到第二隻牌咯。咁咧，波咗牌嘅客戶未來3個月嘅整體運勢如何咧？我會見到其實你同人哋要去做一啲嘅合作啦。首先第一，第二嘅就係初時嘅合作，我會見到係都偏向冇咩太大嘅改進啊，冇咩太大嘅進步啊。即係譬如你想同 A 公司或者係 A 君搞一啲嘅 crossover，但問題係你可能呢3個月之內，或者呢即係個短時間之後都睇唔到任何嘅進展。但係等嗰件事去慢慢發展、慢慢消化嘅時候咧，就開始有啲突破性嘅叫做進展啦。即係譬如而家你係想去計劃去旅行啦，咁我當係同你朋友啊、男女朋友啊，就係同一啲嘅同事去旅行。咁初時係會覺得公司都攞唔到假啦，算啦。但係可能過咗2個零月之後，公司嘅決策人即係偏間嘅同事就係偏你哋，你哋嗰段時間可以去旅行喎，咁咯。好，到時啦。咁咧，C 組牌就出現咗呢一個符號啦。咁未來3個月嘅整體運勢如何？我會見到嘅就係初時呢3個月咧，你係會覺得有股動力，你好想去行落去，好想去做落去。咩意思咧？即係譬如而家你個腦裡面有一個好正啊、好 juicy 啊、好吸睛嘅計劃，你會想做落去嘅。但係做下就好大機會胎死腹中，甚至係打回原形。即係我當你而家係做緊一啲嘅文案啦，一啲嘅 project 啦，即係你梗係又用一啲空餘時間去做一啲嘅文案 project。但係做下嘅時候，你又會俾你嘅正職去影響咗，就令到一個文案或者 project 係暫時 hold 住喺度，甚至係無了期咁樣延後咯。好，第4隻牌啦。好，多組牌嘅客戶，我就睇到呢個牌啦。咁未來3個月嘅整體運勢如何咧？我會見到你嚟緊嗰一段時間咧，橫財運啊、偏財運啊，即係整體嗰個人咧，
都係好有能力、好有動力去做任何嘢嘅。即係譬如我當你係而家翻到屋企，即係啱啱喺公司翻到屋企啦，好攰好攰。之後你就即刻沖涼，沖完涼之後你咪個人好容光煥發嘅。容光煥發之後唔係問題，嗰日都有問題。沖完涼之後咧，你個人係會開始慢慢頹落嚟，慢慢由好精神爽利嘅嗰一刻開始，就慢慢要變翻正常，個情緒啊就要慢慢 cool down 翻落嚟咁咯。咁所以整體嘅運勢會見到開始係 OK 嘅，係算理想嘅，但係後尾就會覺得嗰個運勢開始叫做平穩落嚟啦。咁都 OK 嘅。咁如果要我講嘅話咧，A Boy C Cat 呢四組牌咧，A 組牌係最好，但係亦都係最差。點解咁講咧？就因為 A 組牌係睇你自己點樣睇嘅啫。之後第二好嘅就係多組牌，多組牌會點解會話佢係好咧？就係因為起碼你係有一個你本身係有一件好嘅事情係發生咗，即係由上中下品嘅上品，由上品跌到去中品，就係咁，即係去到中品就算㗎咁咯。咁所以如果係我嘅話，我就會揀多組牌嘅。咁唔知熒光幕前面嘅朋友仔，你哋揀嘅係咩牌咧？歡迎喺下面留言俾我知啦。咁因為今次嘅羅恩符文嘅大眾占卜咧，就係比較即興啦，同埋係比較簡單直接。咁如果大家係想睇更加多詳細嘅羅恩符文，或者係更加唔同問題嘅羅恩符文嗰啲占卜嘅片咧，歡迎大家留意龍占卜嘅 IG 啦。咁今次就去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